过来做生理食盐水的药厂英宏化学违法，所以停业务嘛，造成生理食盐水正欠货。食署嘛对越南进口，也毋过有立委是质疑讲，国外药厂无经过审查，嘛无使用药害救济法，万一发生问题民众恐惊无法度要求赔偿。食署是表示讲，若真正有出问题，民众是会当以消保法来求偿。国内输液大厂英宏化学因为违反药事法，今年5月予卫生部食药署下令停业，造成生理食盐水全台湾拢欠货。地主中央启动专案进口来应急，严格说服立委质疑，伫法律上无依据。医界也担心，自越南进口的这种生理食盐水，欠照国内医药工厂资料 PMF 的审查，而且越南毋是国际医药品稽查协约的组织 PEACE 会员国家，中央也无派人去查厂，政府可能涉及到带头违法用禁药。像攸关它整个无菌的包装啊，里面的冲填啊，还有保存的技术啦，甚至里面会不会有一些悬浮物、杂质填充在里面啊，都会影响，因为点滴是要打到人体里面的。地主食药署讲，越南虽然毋是 PEACE 会员国家，不过这间制造厂有经过日本医药品医疗机器综合机构查核认定，是品质有保证。对外界关心的专案输入的药品，无咱国的药品许可证，无法度适用药害救济法。万一若发生污染的事件，民众可能找无人赔。新任的食药署长曾庆红回应讲，民众意外会当依照消保法来要求赔偿。因为我们这次输药的时候，造成的一些争议，或者是民众有担心的，虽然不能使用药害救济法，但是可以透过消保法来进行求偿。食药署强调，已经请厂商通知相关医疗院所，加强对因不良反应监视甲通报，来保障病人的权益。而且一直到这礼拜，500毫升专案输入的生理食盐水，已经有239.2万滴到货。食药署依照临床的需求，包括国产加进口的生理食盐水，昨嘛已经分配予医疗机构620家厝。记者综合报道。